早起新闻，我是柯兴竹。先一开始，咱来关心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防指控涉嫌贪污，法院裁定500万交保。验告高院伫昨昏撤销裁定，桃园地方法院伫连暝10点，阁会召开一届羁押庭。也若民进党的廉政会昨暗冇召开临时会，那郑文灿有互法院裁定收押，伊就会罚停权3年。民进党廉政会初八暗开临时会。 对前桃园市长也是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嫌贪污等罪作出决议。假设今天晚上，他那个被羁押，的话，那明天马上就启动停权3年。那如果将来一审判决有罪的话，那可能就会再进一步严厉的处分。那当然那时候依照廉政条例，也有可能就是除名。 因为郑文灿的辩护律师也是廉政委员之一，已经自行申请回聘。出席的7位委员经过要到2点钟的讨论，一致决议相当可能除名。郑文灿最近以500万交保，验过桃检提控告。高院认为桃检无详细论述安怎排除逃亡、串证、灭证可能的依据，所以法会原审的法院做国家适当的裁定。各家法委的裁定之后，那收到卷证之后，我们就立刻分案。 就决定法官，然后法官就会决定开庭的时间。廉政会主委柯志安讲，这是社会主义的案件，对民进党的形象有影响。廉政会决议不一定会甲法院同款，可能法院会判无罪。不过廉政委员认为这种行为正无适当，也是会做处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